到台湾人到柬埔寨做工诈骗的事件，有部分的媒体来报讲，德联邦出手了，讲甲德联邦有关系的中华统一促进党的主席白龙张安乐，为柬埔寨救出着20外个台湾人。但是刑事局特别发新闻稿来驳回，讲这甲事实有出入。讲警方最近破一件全国上大件的甲人蛇集团交结的人口贩卖案，主嫌就是德联邦的堂主35岁李俊豪。刑事局讲，救人甲害人的拢是德联邦甲统促党，因当时来扮演着神甲鬼两种的角色。统促党讲因到柬埔寨去救人，煞互抹黑，真不满。伫下晡按铃控告刑事局。在7号暗时，飞联机到台湾了后，出动大批航警，因为实在对柬埔寨登来的9位台湾人。为什么会到泰国去？公司说不太清楚。柬埔寨诈骗案相关资料拢指向和德联邦有牵连。就是以35岁德联邦当堂主李正豪涉嫌人口贩运到柬埔寨，传出德联邦看袂落出手救人，阁有媒体讲统促党主席白龙张安乐救出20几个台湾人，不过刑事局否认这个讲法。发新闻稿讲，台湾人口贩运都是德联邦，讲要去海外救人嘛是德联邦或者是统促党，因分别演神鬼两个角色，希望违法行凶，批评因无了解台湾人的智慧。因为张安他本身就是竹联帮的大佬，那本次犯下这个人蛇集团，也就是人口贩运的案件也是属于竹联帮的成员。所谓的营救上面那其实就是他们帮他里面自己私下瞧事情其实私底下还是他们在私下的盈利，那其实并不是所谓的营救。他们也是一脸扮黑脸，一脸扮人脸。香港和德联邦有牵连，统促党否认，表示会有经证据。竹联帮是竹联帮，统促党是统促党救人的是统促党，不是竹联帮。强调有偌济证据，讲偌济话，否认甲德联邦有牵连，到底是咧救人，还是咧害人，拢要等警方找出真相。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